来继续来看台中市政府的顾问蔡碧如，最近一直就政论节目来讲民众党政治的风波，和台中市议员伫咧议会来炮轰，讲伊是有领薪水的顾问，一个月领12万，安尼行为真无适当。市长罗秀燕嘛讲同话，讲公务员必须爱守法，所以蔡碧如禁声咯。早起伊走行程，记者要甲访问，伊是下手讲上班无爱讲政治，歪头就走。办公室点指指，内底办公桌嘛拢无人，这是台中市政府市政顾问的办公室。民众党这个顾问蔡碧如上班时间，人是走去倒，敲电话问看卖。我跟常大老师约了。记者找来到学校的咖啡厅，蔡碧如等咧和老师讲代志。那我们聊聊一下那个地方上面的长照。讲当朝，蔡碧如有准备，杨个麦克倒过要问政治议题，蔡碧如随点去。柯主席收400万照相费的问题，这个不行啦，这个上班时间不可以回答政治议题，拜托，好不好？好。笑爷爷咧，外头做一走。因为市长罗秀燕已经将话呛明，上班时间卖讲党务甲政治。上班时间不要谈选举，也不要谈党务，而且是由我以身作则。蔡碧如渐渐因为交通费申赔问题，甲一直上政论节目讲政治。129号台中议会，每讲一个月领12万，说达不是咧讲党务。罗秀燕当位要求公务员必须爱守法。蔡碧如乖乖听话，走市政行程，都跟他讲市政话题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